咁靚嘅景喺邊度可以睇到？如果嚟緊去首爾就唔好錯過啦，睇落去即刻教你攞到免費門票。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，唔好錯過之後更多活動分享。大家好啊，今日要爆一個小秘密，你知唔知？其實去首爾塔可以免費入場，唔係抽獎，唔係特別身份，只要識得一個小技巧，就可以慳返門票錢，仲可以坐高高望低睇晒成個首爾。去到塔樓，大家通常第一時間就去買票，但我就唔會，因為我已經預訂咗 Hankook 餐廳。秘訣就係，只要你有 Hankook 嘅訂位，去到5樓 Plaza 嘅資訊台，出示你嘅訂位姓名，就可以換到免費觀景台門票。預訂都好簡單，只要去到畫面上嘅預訂網站 book 台就可以，揀返你想預訂嘅日期同埋人數，會有一啲需要注意嘅事項，節完記得剔返。下一步就係會叫你俾訂金，每人係3萬韓元。跟住去到俾錢個頁面對返日期同埋人數，如果你有特殊要求需要餐廳留意，可以寫低，核對埋個金額就可以揀返付款方式啦。需要留意返，如果預訂嘅日期當日想取消係唔會有得退款㗎。俾完訂金後會收到確認電郵，當日就可以去到5樓 Plaza 嘅資訊台，出示你嘅訂位姓名，換到免費觀景台門票。放心，3萬韓元只係訂金，食完飯後會退返俾你。一上到觀景台，真係會忍唔住話一聲，成個首爾市鋪開喺你眼前，漢江好似一條銀帶，穿過城市，遠處山巒層層疊疊，藍天白雲襯托住城市嘅活力。如果想慢慢享受，可以落返下一層嘅 coffee shop 坐低，點一杯咖啡，揀個靠窗位，慢慢望住首爾嘅景色。呢度真係一個 chill 位，慢活一下其實都好舒服。睇完景就可以去食飯啦，餐廳就要再落多一層。午餐嘅菜單大概有6款選擇，價錢5萬韓元至6萬5千韓元一位。選擇包括鮮嫩嘅韓牛套餐、八爪魚飯、拌飯等等，再配上地道泡菜、蒜蓉、蘿蔔等小菜，最後仲有韓式甜品作結。坐喺窗邊食住呢啲料理，望住漢江同首爾市景，日景壯麗，夜景浪漫，好似置身韓劇場景。而最大嘅驚喜係一餐飯就包埋靚景同體驗，真係一舉兩得。食咗個韓式料理，睇咗咁優美嘅風景，最後欣賞埋 lift 度嘅動畫，咁呢個行程就完結啦。搭地鐵3號線，喺東國大學站6號出口出嚟，出
到嚟之後，揾到01A 公車，上車之後大概幾個站就會到南山首爾塔站。落車之後仲要行大約360米，沿住指示牌慢慢行上去，就會見到首爾塔入口。預訂資訊，網站可以參閱資訊欄。下次嚟首爾塔，唔好只係諗住買票上觀景台，試下去 Hancock 食餐午餐，免費上塔睇景，仲可以慢慢享受韓式料理。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留言話我知你最想試邊款韓式午餐呢？